我觉得小龙，你那个椅子你推进来，不然有人转不过去，你椅子直接推进来，对，可以吧？可以。小龙头不能动。椅子直接撤了行。我真的动不了。一动就要掉。那边的全部关一下吧，行。这边等一下也不用开，在门口把这个包间的灯全部关了。到时候等一下卸发的时候要顺着转，然后这个就好了。好了吗？外面那个蜡烛点好了吧？点好了，关灯，开始了。这个放音乐，留给我啊，这个位置。第一个。关灯。等一下，有没有电池？1300个人，那可以许愿吗？等一下，分享一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生日快乐。20岁的天空飞满五彩斑斓的精灵，炫耀又多彩。20岁的天空，蓝天衬托着白云，白云衬托着梦想。一人小一点，梦想。让我们祝他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所有的烟花。来，我们给伯伯10秒钟的时间，让他许个最美的愿望，好吗？好。来。好。罗罗。生日快乐！好。好了，先喊他的请举。第一个。来，骑上车。这边，这边转一圈。从这边先。好的。等一下。等一下，关注，哎，去哪儿？先过目去吧，他干嘛干嘛吧。
阿爸阿妈你笑，你这哪有？哎妈，收到了。哇，这么大！爸爸，后边。妈妈，妈妈，来呀！我呀，我的钱，这个哪个是的了？呀，我的钱，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来给了。谢谢你。这是明年吧？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一年。我的钱辛苦了。生日快乐！哎呀，辛苦了，团长，真的。哎呦呦。来，我来，来这边，小罗我来。哎呀，谢谢小李哥。这个，这一个香港的那个粉丝，还有我的，我们2个。好的，好，谢谢。谢谢，还有老师，谢谢你。哎呦，我的袋子23了。安静一下，下面就是切蛋糕的时候，有请大哥哥、亲哥哥他们俩一起切。我们分享都进来，家人们分享都进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分享都进来，家人们分享都进来，来进来，500个人嘛，家人们500个人。这样好听吗？蛋糕挡着这。还有那个刀没有？家人们人进走一下，家人们人进走一下，家人们人进走一下，家人们一起切，人进走一下，家人们一刀切到底，哥哥。俺这是这样切，这样切。没有，先看着，就切上去。7个了，抓起，来嘞。来，把我的脖子上的取一点。
我呀。我们切蛋糕。这样怎么看得到？他这样都不要看着，围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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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吃蛋糕。来，爸爸，爸爸，第一个吃。来，阿爸。来，哥哥，哥哥，这些走了。来，就圆圈分吧。儿子他们传。坐嘛坐嘛。传过来就行。爸爸。哦。